好似係開班添㗎。希仔打完可唔可以俾支咪佢講嘢 ？NBA GTA 問冇啊，我哋冇，唔係啊，我哋冇錢啊，帶唔到咪啊。我唔識讀你個名啊，高就話差24歲老豆打仔，係啊，真情啊，倫常案。我哋見到啲梁公超，幾廿歲人啦，再次奮鬥啦！阿梁公超以前係港隊柔道啊。好，咁睇下今日佢有啲咩表現啊！咁啊，另外再睇希一。阿公超都係着翻件柔道袍啊，黑帶。好，跟住希一。嗱，所以邊條例有落地啊？咁睇下梁公超可唔可以用到啲柔道嘅技術啊？都好 fit 下喎。希一大胸肌。Corner Man 係啊 Jason 係嘛？即係吉川春代子嘅教練。希一加油！下次可唔可以唔好有重複拳手？都要配到至得㗎，大佬。唔係知大家點解我哋唔可以搞20幾30場？我哋啲電話搞唔掂，因為我哋用電話做 live 嘅啫。好嚟啊！咁啊，聽到梁公超現場都好多 fans 啊！希一大胸肌。好，咁啊，啱啱行師傅嘅動作唔可以揸胸。準備。第一個回合 try 比較例啊，落地嘅。第一回合。兩個都冇帶腳 pat 㗎啦，咁希一喺度度緊個距離，有低數。阿梁公超又好適合去做一啲 take down 嘅。哇！咁啊，阿梁公超嘅動作就係啦，一個比較好順啊！哇！一個關攀定，阿希一估唔到啊！阿梁公超嗰啲大外角好順㗎，你見到10秒起翻身，睇下希一頂唔頂到個體能上啊！你見阿公超都好快啊，啲落地勁快。佢就唔會同你打拳㗎啦，但係一埋嚟咧，你一埋身我掉落地下。阿希一即係柔道係咪真係可以打到街交咧？呢一場賽事可以睇到。好，希一。阿 Corner Man 就提阿希一就慢慢壓埋去，因為阿梁公超就冇拳腳嘅。好，再兩個頂身都好重啊！好，落咗地下，梁公超亦都攞到一個嘅 half guard 定係拖掹嚟㗎，鏡頭睇下。好，咁啊，阿梁公超今次體能上嗰個管理要做好少少啊，因為阿希一都有操嘢㗎，我知道。阿梁公超啊擺得好低啊，隨時的單你一個前撐。阿希一仲係度緊距離，都係打啲嘅左踢啦、左前踢。阿梁公超係未用過拳腳嘅。好，再捉到個腳，睇下可唔可以再跌單嘅。兩個左右勾打到我哋嘅 camhead 啊！好，公超又攞到，想做一個，好自己搭咗喺地下，俾人攞到個背喎，點算呢？阿公超又包住嗰個頭啊！好，站好10秒結束啊！兩個起翻起身都開始攰啊！第一回合差唔多嚟到尾聲嘅時間啊！前撐，再一個前撐。好啊，梁公超係唔同你打拳嘅，一定係埋身嘅。睇下可唔可以落地啦？地心吸力係佢個老死啊！再攞多腳落地，攞到個啱啱位置，一個三角鐘，不斷做呢個關攀定。第一回合剩翻10秒嘅時間啊！哇！呢個回合梁公超2-3個剔單，其實即刻攞到嘅優勢。
結束啊！非常精彩啊！你見到阿公超係無論點都好嗱，就係佢側邊呢一個人，佢啱啱送咗件波球嘅拳衫俾我，多謝佢。好咁啊！啱啱阿公超就做咗2-3個好靚嘅剔單啊！咁啊，你見到啊 Jason 師傅又開始講嗰啲理論啦 ，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Base Theory International。可唔可以影翻 Jason 師傅啊？阿大星。好啊，咁啊，第2回合即刻開始啊！ Jason 師傅都已經講完理論啦，泰拳道你輸。好，第2回合，摔俾落嚟，4桿小拳道。開一個擋失，你見到阿公超好想埋，你見到希一喺度打距離啊，應該 cornerman 提咗佢，梁公超埋身基本上攞到個優勢啊，絕對領域啊！得啦，希一就唔打住，梁公超又攞到，又做一個大吉，哎死啊！俾人攞到個杯。好，打咗個好似打到後腦啊，啱啱應該。OK， 比賽繼續。好，冇事繼續啊。好，哎呀，我一個頂手好重啊，公超頂到。公超好想剔單，但係個龍頂住咗個位，都係剔到嘅。呢個位對於個腹嘅力量係好高要求啊！我咁攞到個黑忽嘅位置啊，梁公超就係一掉落地下咧，佢就即刻做咗 ground pounding 㗎啦。就算唔得啦，佢都握住你嘥你體能嘅。好咁啊，10秒過去啊，權證分開比賽繼續啊！你見到阿公超開始有少少攰啊！希一都係啊，你見到佢行咁開又，因為佢係打距離，但係佢呢個距離太遠啦，佢行到另外一個角度。我攞到個腳啊！再嚟一個頂膝好重啊！再嚟一個頂膝，阿公超頂到咧，公超都係想做一個剔單。咦？喂，好似攞到俾阿希一攞到個斷頭台勒咗條頸喎。啊，公超應該唔會 tap 啊，因為好短時間啫。OK， 好淺啫攞得。嗱，公超擺到明嗰個體能下降得好誇張啊！一個好重嘅後手，阿希一就係調翻轉喎，而家嗰個策略轉咗，好似走埋去同你剔單喎，仲有個頂膝，攞到個波，鎖到頸，鎖唔到。阿公超都係挨住佢好舒服咁休息緊啊！第2回合剩翻10秒嘅時間啊！喂，阿希一都白白地態啊！阿公超起身都有少困難。好，咁啊，第2回合結束啊，非常精彩啊！呢啲睇鬥志嘅比賽啊！喂，咁啊，你見到嗱，見到希一側邊嘅 cornerman 吉川俊代子同埋阿 Jason， 阿公超嘅 cornerman， 佢今日送咗件衫俾我。多謝佢。阿公超個打法就係掉落地下做 ground pounding。好咁啊，然後你見到希一 cornerman Jason 師傅繼續講佢嘅理論與實踐啊。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ternational Theory Muay Thai。開始有人起哄啦，好咁啊，第3回合即刻開始啊！我相信啊，梁公超呢一回合嘅策略都係差唔多啊，應該都係掉落地下再做 ground pounding 50秒，咁睇下體能頂唔頂到啊？
公超企得好穩嘅。其實希一攬住想做呢個敵單嘅時候，佢頂膝不斷攞到個背啊，希一好似睇穿咗啊！但係依一個都係一個差個鐘啊，制住不斷做啲關板定。阿梁公超呢一啲位就發力啊，10秒。嗱，兩個企起身都好攰啊！阿希一就諗緊點入啊！哇，公超佢出拳喎，重喎！哇，嗰個啱啱貼咗一下個膝頭哥，側咗少少，好危險啊！呢動作啊，具爭議性。好咁啊，繼續哇，再嚟一個嘅呢岸車啦，呢條一路咁啊攞到，又做一個剔單。阿公超對於對手嘅嗰個雙手關單定啊，希一頂到咧，10秒過去。非常精彩啊！阿希一無啦翻轉頭，翻返去 Jason 師傅嘅懷抱，又要出翻嚟應該問策啦，係嘛？好，停一停先，點解咧？咩事咧？係咪流鼻血定係點咧 ？Jason 師傅係用説話幫佢止血啊！點咧？好，比賽繼續啊！暫時啱啱唔知道發生咩事，不過比賽繼續啊！公超亦都係好似想做一個擊單啊，一個前撐一腳，咁啊希一衝埋去都係打啲短嘅拳啦，再嚟一個膝啦，即係簡啲兩個都想埋身，一個埋身想打膝，一個埋身想打擊單啊！哇，兩個都喺度吹拳啊！另外再嚟一個嘅擊單啊！但係俾人攞咗個背。嗱，呢啲位就阿公超就直情坐喺上面，好似蛙艇咁啊，坐艇仔。好，咁啊兩個都企翻起身，你見到希一開始瞓喺度曬燈啦，好攰啦已經。好，公超個鼻爆咗啊！咁啊係時候介紹我哋今日嘅 sponsor 嚟自 Bodyban Sport Therapy 嘅 and Wellness Limited 嘅急救隊啊！咁啊即刻幫阿公超止一止血先。喂，負責人啊何聰啊 ，Bodyban Sport Therapy and Wellness Limited 啊嘅負責人，即刻幫阿公超止一止個鼻血先啊！咁你見到阿恒師傅中間都抹緊啲血啦。阿希一就應該唞夠啦，咁啊睇下公超可唔可以復原啊？始終50幾歲嘅高齡啊 ！OK 好嘛，急救員完成急救啊！咁啊完咗比賽都會幫阿公超去做一啲相關檢查嘅。好，比賽繼續啊！希一 ready 啊！呢個係第3回合定係第2回合嚟？我都唔記得咗，第3回合嚟㗎啦。好，咁啊，比賽可以繼續啦。呢個位有少少混亂啊！超哥呢個歲數打到咁已經贏咗啊！阿高話，我係唔反對呢個講法嘅。不過贏係贏，輸係輸啊！好，第3回合繼續，希一就想埋去打膝，公超啊想做一個剔單，聽到，再嚟一個頂膝，再嚟，哇！唔俾你剔單啦，希一已經做一啲哇，完全佔上攞到 ground pounding啊！梁公超喺度命住佢，唔俾佢埋嚟。你見到阿公超個鼻都爆咗㗎啦！第3回合剩翻10秒嘅時間，非常精彩啊！剩翻10秒啦，完㗎啦，頂埋佢啦！比賽結束，非常精彩啊！阿公超就話真係2行血，阿希一就純粹白都有1行血，非常精彩。咁啊，我哋今日嘅 sponsor Bodyban Sport Therapy and Wellness Limited 嘅急救員咧，就幫我哋即刻咧去止翻啲鼻血啦。好啦，咁啊，而家即刻宣佈賽果啊！比賽嘅結果係2-1，南方西。2-1，南方西。公超再贏，真係唔係講笑。公
恭喜晒梁公超再一次喺我哋 DRM 擂台上面勝出，亦都多謝希一嘅出色表現。嗱，暫時咧，阿 Jason 師傅咧。